兄弟，三生酒来搭下对。洗头哦。小玉，你去幼儿园看丁贵鸟衫有架伫个身躯无？哎呀，小姐，当伊也毋是工人啊啦，遮尔寒的天，伊衫毋架伊身躯，敢讲伊要遐手的了？ 我昨要困的时，感觉真寒。这个精神，原来身躯搁加一领衫，这领是啥物衫嘞？是送摕来？奇怪啊，敢会天送我？独恋出现。 一个技术，音乐家在我身躯，无畏相冲，林来所属。 无水，哦，水水水，啊，较早哪毋捌看你穿啊？你头真啊，这关月赏你的哦。哎呀，关月对咱逐个每个嘛是真好，哪有对我特别讲送我？啊，毋无你哪有真领衫遮水？哇，这领衫是天送我的啊！是，天送的。敢你是讲对讲毋对？天会送啥互你穿？啊，伊哪毋来送我？他偏偏要送你穿。 我昨昏第一困是无，精神就伫我身躯的，毋是天送我，无是啥物人送我咧。嘿，安尼讲起来，敢若是有影天送你的哦。你穿的偌少咧，你知？拢袂看。你真领衫足水的。啊，若我真领吼，歹罔歹吼，穿着真少呢。咱来换一个看卖，我试穿一个，讲穿天送的衫，
啥物滋味好无？哦，要搁我烧换是？嘿啦，无你穿看觅。好。紧嘞，我看个情况啦，情况再穿得有较好无？加外烧咧，你知？哦，你有较水得得。哦，你啊，穿个加遮水啦。哦，毋捌穿过这个衫遮水。哎哟，年贵兄，我真正想着，我话吼，讲环路叫你这婚姻变好哦。伊讲哦，要带几个朋友转来吼，要开啥物消寒会啦。消寒会。你敢踮遮拼婚姻，啊，我要看咱迄落扫细啊，吼，你着敢拼咧，原话连面转来哦。哎呦，真贵呀，紧来啦！啊，我衫袂记烫互你啦。哎呀，你穿了哪有要紧呢？哎呦，袂使，人这是天要送互你的，我要留迄个福气人穿者。好，紧我是，点。啊，你着敢拼咧，我买两面转来哦，我要看你扫细啊。你来看，你身躯穿迄领衫，敢毋是阮小姑迄领珍珠宝衣？嘿，拄对啊，哪安尼？拄对，迄是我昨昏亲目睭看到，小菊遐互伊穿的，敢讲恁某会黑白讲心？我咧奇怪。啊，少爷，小奶奶。喂，你哦，喂，唔知。丁贵啊，今仔日原话要带几个人客来，你去阮旧桥遐细甲扫互清气，毋知要去甲人客挡着无？阮旧桥是即个阿姨过去扫，讲还我扫车咧。你甲伊讲，讲是我吩咐，恁两个空家落去调换，你来扫遮的说，伊去扫遐的花园。这，啊，你是安那啦？我讲话你是无咧听哟？是，好，我来去。哎，家姐喂，我你即摆咧创啥？我拢看无咧。较等下公公若转来，啊，就有戏通好看。刘家的这位哦，小奶奶对我的挑拣啊，开个字啊彩的。临时将我来调开，其中究竟好安那摆啊？哇，看这个水选的时机啊！你原回来办这个消寒会，实在有影，兴趣真多哦。这啊，得感谢两位仁兄，恁请大驾光临嘛，请。好，请。冤贵，哇，尊大清的这个衣服，甲看起来，并非凡品哦。刘元惠是富甲一方，名不虚传。恁的用人都穿到这款亲袖宝衣，也若要讲玲珑甲玲爱啊，这唔免搁再想，一定搁较好。对。两位仁兄，你看这领衫外表虽然好看，事实上并无价值几分钱，你过奖咯。刘元惠，你实在也都真顾谦咯。虽然讲阮唔捌回来讲啊，也毋过对这个物件的贵重啊，加减嘛知淡薄啊。不好意思，
这领布衣啊，价值上少嘛千两的文文，免哪你讲无值钱啊？哼！四灵柜这路财，外表老实，内心搞怪，想袂到我会去看唔着人。王话，这无定着是一个误会，你应该将代志问一下清楚，你才生气，嘛还阁袂慢啊。误会，明明是我亲目睭看到四灵柜，身穿迄领珍珠布衣，毋是伊偷的，敢讲会是啥物人送伊的？那假使是伊偷的，伊本来遐尔好大胆，甲穿伫身上咧。这就是伊搞怪的所在。伊以为安尼死做，我就袂起怀疑。哈哈哈哈！四灵柜啊，四灵柜，你未免太戆了。我了解的珍珠布衣，敢讲连我也认袂出来心。王话啊，布衣是你对工人买转来，一领互媳妇，一领互女儿，即马穿伫四灵柜身上。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，对咱媳妇甲女儿的名声拢无好。我看你也是较忍耐一下啊，将代志问一下清楚的啊。这，哼！四灵柜这个恶徒，毋知什么时阵走入去媳妇以及金花的房中盗取珍珠布衣。来人啊！在。王贵，跟我来去花园，从哪盗伊才四灵柜，上官严办。是。王话，王话。我请你啉一杯。哎呦，你搞安尼，搁知咱啉烧酒，你肯走啦，你肯走啦！哎呀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官话讲你这个啥是偷影，即摆已经派人要掠你送官府严办啊咧。文言有路，雷叫警都来两次，传我乡。恁贵为恁心断情，赖我的头伊哦，太不公啊平啊！你紧走，我看你紧走啦，紧是我弄的啊！紧来来啊，紧来，避开，避开！我是要做对啊，避开，避开，避开！避开！进来！布衣，阿姨啊，官官，四年归来，我拄则来，伊就位遐走出去啊。对遐走去，嘿，对，是。诶，真贵啊！紧出来，已经走。你咧是要好？阿奇哥，我确实是我弄变怎样？哎呦，真莫讲啊，真你安全过来较要紧，啊，等即马是要紧来去走。哎！
袂使啦，迄阵若到规个拢解围条，迄阵啊出去互都互掠掠去。安尼也袂用走，安尼也袂用走，是要叫我做伙倒去？无安尼，我先带你来茶房那边，啊，因家若要走，伊门口暗卡走，好无？好，紧嘞。